嘛真有感情，嘛有可能，两个人拢对。总是伫即个所在，我想起即个故事，是因为我咧思考，到底当初时礼拜当天为虾米要放钢琴，对不对？放钢琴是逐个人欠长内度，辛苦拍拼，为着要奉献有一台真水的钢琴，要有琴声来娱乐咱的上帝。迄个是要紧的意义嘛。所以，咱要怎样伫历史的中间会当保持即个要紧的意义，嘛真做犹太人真要紧的反省啊！伊怎样面对过去即个代志背后的意义咧反省，上帝爱因煞来怎样牵调伫主啊？所以，即个故事，即个反省过去、展望未来，即个功课，其实嘛亲像真做咱的功课同款。伫咱百多年来，咱怎样反省伫过去，咱怎样要展望伫未来？伫即个历史甲创新的中间，去找找一个上适当，也是上帝所欢喜的路。第二，对绝望行到伫远望，这是犹太人的功课。头拄有讲，当因掠去伫巴比伦的所在，因抑阁无真正回来。伫遐，先知以赛亚咧甲因劝勉。伫迄个中间，因亲像伫绝望的中间，总是上帝亲身甲因鼓励。20讲，山里的走兽要尊重我，山狗甲稻鸟也要安尼，因为我要互旷野有水，互沙漠有河，通互我的百姓，我所敬的啉嘛。毋是别人啊，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。上帝亲身甲伊讲。就算讲伫旷野也要有水，伫沙漠也要有河，伫因上需要的时阵，上帝要供应伊啊。这是犹太人因的学习的功课，伫绝望行到伫远望，那是咱的。大家人听见这段经文，咱知影这段经文背后的意义，咱知影伊历史的出发点，咱知影伊怎样咧劝勉。这犹太人，但是这段经文甲咱敢有关系？有啊，非常有关系。最后，牧师用我个人的见证来做分享。大家人常常看到我，拢会甲我鼓励，也会甲我肯定，伊会讲：哇，陈佑你真好，伫毕业了后留伫南神，做真好的工，有太太，有囡仔。五子登科差一子，就是无金子。总是我嘛知，这一切拢是上帝所赐福。但是我常常心内拢清楚一项事，这是恁所看到的我，毋是真实的我。伫过去，伫我的生命有一个代志在发生，毋知大家人细汉敢有写过？长大以后想要做什么货的作文啊？无？恁会当要看卖？牧师伫我细汉的时阵，我长大了后，我想要做啥？绝对毋是牧师啊！而且甲牧师差真济。伫我细汉的时阵，我立志大汉要做一个神偷啊！你讲，这是真奇怪的代志，这敢是一个职业？但是伫我的心内，我感觉这个人真厉害。我会记得伫细汉，毋知大家人有看过周润发搬过一出电影，伊怎样去偷摕一幅图，佫会当据为己有，佫亲像英雄同款。现此时，咱所有的电影院咧放的电影真侪，甲这有类似的关系啊。亡命关头内底咧讲安那，咧讲因怎样去共偷摕钱，囥入家己的落地啊。佫无互警察掠着，佫亲像英雄同款，逐个人拢真爱看。对第1集卖到即摆第8集啊，敢毋是？这个人亲像英雄同款吗？伫我的细汉，我嘛立定志向，往即个方向来迈进。所以我开始有一个无好的习惯，就是我会偷摕物件。偷摕物件，这个物件对我来讲，有时阵毋是一个真要紧的代志，总是我咧享受
迄个淘汰的过程。我真深的印象，伫我国校2年级的时阵，我家己设定一个目标，就是我要去卖场淘汰一排4粒电池啊！大人感觉真戆影，牧师啊，你淘汰4粒电池是要创啊？我细汉我的佚佗物仔真少，其实我摕电池转来嘛无物件通去斗。总是为虾米我设定即个要紧的目标？因为电池拢放伫地，拢放伫收银员的边仔啦。要淘汰有遐尼简单吗？无遐简单。我有成功无？我有。我有失败无？我有。每一遍当我做毋到代志的时阵，我转来到厝，第一个发现的拢是我的老母。我的心内想着到底是啥物人甲我的老母讲我做即个无好的代志？有一天我甲我的老母问，我的老母讲是上帝甲我讲，所以伫我细汉真怨切上帝。迄个时阵毋是即摆，迄个时阵怨切上帝讲，我个明明个成功啊，我物件淘汰转来啊，竟然你拢要报马啊，拢要甲妈妈讲，心内真大的即个无好的情绪。即摆共款，当我国校2年级，我淘汰4粒电池，我有成功，但是我嘛失败。即边发现的，毋是我的妈妈，即边发现的，是我的阿爸。我的阿爸是一个较袂晓用语言，应该是讲伊话真少的人，但是我印象非常的深。我的老爸知影我淘汰4粒电池了后，伊一手牵着我的手，一手摕4粒电池，转去到原本卖电池的即个卖场，伫迄个大卖场的中间，跪伫遐共回失礼。我一世人拢无法度袂记得。我的老爸，伊毋是互我一个人跪伫遐。伊是甲我做伙跪伫迄个所在，甲人回失礼。我的心内伫迄个所在，感觉非常的见笑，因为阮是跪伫门口，是所有人拢出入入的所在。逐个人行过，可能会想讲，即对爸仔囝是咧创啥物货？为虾米会跪伫门口？因咧创啥物货？迄的确是我人生上大的见笑的时阵。总是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我讲，这是我人生的志愿，对不对？我讲有遐尼简单就被打败，无啊。后来我愈体愈多，愈体愈大。会记得到伫高中的时阵，迄个时阵。教会开始有买电脑，对即个原本上即个单枪投影机，原本即种投影片的方式，改变做现出时的即种电脑的方式。高中的时阵，我是一个真爱电脑的人。教会拄好买2台真新的即个笔记型电脑，为着要放即个单枪投影机。我真爱电脑，有一天暗时伫教会读册了后。我就将教会的电脑淘汰。我心内拍算，我摕即个桌布，将所有行过的所在拢切过一遍，佮将即个录影机的即个卡啦摕去现杀。我心内想讲，隔工就算讲是牧师，伊若有发现，若有报警，绝对嘛查袂到是啥物人做即个代志。我有成功无？有啊。我有失败无？有啊。但是即边，甲我提醒的，毋是我的爸爸，毋是我的妈妈，是我的牧师。隔工，伊敲一通电话来到阮兜，伊讲想要招阿佑吼来牧师馆啉一杯咖啡啦。
我心内想讲，哇，这个到即摆我可能真无爱啉咖啡，可能对迄个时阵开始，互牧师招讲要啉一杯咖啡，什么代志？去到牧师馆，牧师甲我讲，伊讲陈佑，我知电脑是你摕的，牧师望你先互教会，总是伊所讲的两句话，刷来所讲的两句话，我一世人拢无法度袂记得。第一，伊讲今仔日所发生的代志，连牧师娘拢毋知。伊替我暗藏即个秘密，互我有机会重新做人。第二，伊讲牧师望出去以后，你所做的代志，拢会通荣光上帝的名。迄遍，我倒来到家己的房间，我跪伫涂骹，趴伫眠床，我伫遐哭。我伫迄个所在，甲上帝祈祷，总是迄个时阵信心抑阁无坚固，心内抑阁有淡薄的埋怨。我甲上帝祈祷讲：主啊，为什么是你拣选我去做即个歹代志？别个人拢袂，为什么我拢会做即个歹代志？是你拣选的。随望迄个时阵安尼埋怨，总是好佳在。后来我甲上帝求一项事，我讲主啊，恳求你帮咱，互我有气力，将遮个代志拢会当放下。但是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一个代志要结束，敢有遮尔简单？当你讲你无要偷摕，总是若是有物件放弃，第一个想到是啥物人？也是你啊，对不对？到伫我大学的时阵，有一天上课，我的阿母打电话给我，伊讲，迄个时阵可能我较大汉吼，啊嘛较大颗吼，身材较用吼，妈妈讲话拢会较轻声细碎啦吼。妈妈讲，阿幼啊，迄个吼，妈妈吼放伫即个饭桌顶吼200块吼。啊，妈妈安怎找个找无啦？毋知吼，你敢有无细字放伫你的落地啊无啊？若是过去我接到即款的电话，大家拢甲你讲无就是无，哇，切电话。但是迄天可能无相款，我好咧甲我阿母讲，阿母，请你放心，即个代志已经离我真远啊。对迄阵到即摆，我毋知是毋是阮兜无物件放弃啊。总是我确定，我阿母无阁为着即种代志敲电话互我。为什么我要讲起即个故事？因为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有可能你甲我拢亲像遮犹太人共款，咱有时阵被撒旦掠去到伫真远的所在，咱伫遐。真舒适，真安逸，有可能一个时间一久，咱豆豆会感觉这个是惯势啊。咱袂记得原来上帝所赏赐老年老密的土地伫哪落。有时阵，当咱伫迄个所在被撒旦掠去了后，咱真舒适的时阵，通过圣经咧甲咱提醒，咱知影咱应该要转来，总是咱做袂到，为什么？因为咱亲像犹太人一样，咱伫遐不知安逸，不知舒适啊。咱搁想讲安那，这个是我就是我无法度搁改变啊。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通过这段经文，上帝的话，诚做咱生命的精彩预告。刷来，咱所行所做。上帝也要亲像要怎样保守这犹太人同款，来保守咱。对这个被撒旦所困住的中间，要得到透放；被撒旦所困住的中间，咱要重新得到快乐。伫迄个别人所无看见的咱，伫迄个暗前的家己，咱家己心内真清楚，到底现此时，咱是伫这个老年老密的土地，还是咱被撒旦掠去到伫真远？毋望这段经文，咱做伙来学习，讲说咱的精彩人生的前情提要，甲咱人生的精彩预告，互咱做伙伫这个人生的中间，
毋管是虾米款的时刻，毋管是虾米款的时间，对即点开始，上帝也要做一个新的事，伫你我的生命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听阮的主，搁一遍伫你的面前，阮要忏悔。当阮看见犹太人被掠去到伫巴比伦的所在，伫遐真舒适，伫遐真安逸，伫遐因无想要答应上帝你原本所应允因的土地的时，你怎样通过先知以赛亚，也咧甲因劝勉，也咧甲因帮助。这段经文正做阮人生的前情提要，阮所读的圣经正做阮人生的精彩预告。恳求你怎样帮助犹太人去经验迄个活活的主上帝，怎样伫因的生命，互因行一条新的路的时，也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伫你的面前，阮也要求你进入阮的生命，来行一条新的路，要做一项新的事，互上帝你得到欢喜。恳求你固守。当阮伫遐安逸舒适的时阵，被撒旦掠去真远的所在，你互阮有够野的气力，有勇壮的性命，有对你遐来的信心的帮助，互阮勇敢踏出迄个上帝你所束缚的脚步。阮毋是向你祈祷讲，阮头前的膝盖有偌大，是要向阮头前的膝盖，阮头前的遮个物件来喊话讲，阮的主伫阮的性命有更较大。主，阮将阮本身摆在伫你的面前，恳求你带领、施恩、祝福，安尼感谢祈祷，奉主的名，阿免。咱同齐来吟诗，圣诗136首，耶稣做咱牧者。咱齐吟全首。
现在咱做伙用感恩的心来奉献。现在由我来报告伫周报的第7页教会消息。第1点，5月1号起聘请陈佑生牧师担任本教会合作牧师，合作处理各项的教会事务。若有重要的事，请敲周报这支电话。第2点，本周5月3号到9号是布会周，逐步请召开会议。第3点，本教会定伫5月17号主日第1堂礼拜后召开中职会，地点伫社区发展中心咖啡厅，请中职团契机构首长留时间出席，并伫5月12号前将报告资料交予办公室。第4点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5月10号后主日母亲节的庆祝活动暂停，赠送礼金嘛拢暂停。第5点，本教会定伫7月5号主日第1堂礼拜中举行洗礼更新礼，要接受洗礼成人更新礼，请伫5月10号到5月24号向办公室报名。阁有要报名幼儿洗礼嘛，相共向办公室报名到6月21为止。团契消息第1点，5月份开始，主日2分班增加，各种查经班，欢迎各种的青少年做伙来参加。咱即马来读本周的金句，伫周报的第8页。看，我要做一项新的事，胆得发现，恁囝毋知吗？我要伫旷野开道路，伫沙漠开江河。以赛亚43章19节，咱做伙来读2解。看，
我要做一项新的事，但得发现恁敢毋知吗？我要伫旷野开道路，伫沙漠开江河。以赛亚43章19节，搁一解。介绍。咱同齐来唱祝福册肯的诗，圣诗第400首，愿主仁爱甲恁同在。诗歌结束后，请牧师祝祷。愿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甲恁常常伫地，互恁对撒旦的困局的中间得到讨棒，佮通过上帝的引带带领固守，互恁常常有坚固的脚步，行出一条新的路，佮通过圣神的相通，互恁所行所做会通荣光上帝的名，对这点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平安嘞。